本頻道以分享道基師傅獨到嘅見解，傳播傳統正宗及不為人知嘅玄學知識為宗旨。內容涵蓋四柱八字、紫微斗數、風水易卦、相學等多門術數。道基師傅會以坊間師傅及大眾所忽略嘅角度，包括現實世界中實行性嘅考慮，去審視並重新詮釋古今玄學。無論閣下是否擁有玄學知識，無論閣下正處於人生邊個階段，呢度唔單止能夠讓你識別江湖神棍與小人伎倆，更能夠讓你比別人企得更高，睇得更遠。有一個學咗接近10年八字嘅客戶同我講，認識八字越多，反而越覺得八字複雜；接觸八字越耐，反而越覺得八字難學。學咗咁長時間，依然對自己嘅判斷冇把握。現正適逢人生轉捩點之時，認為仲係委託第三者作客觀分析比較適合，於是便揾上咗筆者幫助其解測命局。其實呢一種情況相當普遍。正所謂學藝3年天下無敵，再學3年寸步難行。道明咗一啲技藝，越係認識得多，先至越見其博大精深，同時亦越難精進。當然呢度所指嘅3年一變，只係作為對技藝有更深層認識嘅大概時間假設。有人遲，有人早，有人永遠達唔到。如果你學咗八字多年，睇過嘅八字書又多，你會發現天下無敵嘅族群非常龐大。共同特點係讓初學者以為睇1-2本八字書，學習幾個月便可掌握八字命理。佢哋特別喜歡貶斥古人古書，認為嗰啲古文章文字都故意表述得深奧難懂，寓意曖昧，係特意為難從習者，所以常自行主動消化簡化學理後再重新演繹並宣揚八字好簡單，任何人亦可以喺短時間內學懂。道基唔係古文化嘅死忠派維護者，只係想講古人唔錯係會受其時代背景、社會風氣、文化倫理等各方因素限制咗思維方式，但我哋嘅思路亦都一樣會受自身處境而有所制約。我哋只係喺一種制約環境中去了解另一種受制約嘅思維方式嘅啫。有人人生多變，有人10年如一，有人一帆風順，有人幾經坎坷。不同人生經歷嘅人對命運嘅認知可以分別好大。要學好八字命理，重點並唔在於學歷有幾高，亦都唔在於腦筋有幾靈活，只在於你有冇細緻去了解及感受自己同別人嘅人生。一旦離開咗生命嘅變與不變，紙上嘅、電腦上嘅4柱排列變，不過係黑板嘅算式罷了。八字命理係推算命運嘅方程式。若然你認為人生好簡單，你亦都唔使咁煩惱去學習八字吧。但如果你認為人生好複雜，便唔好將八字命理想得如此簡單啦。如果你喺收睇本視頻之後有所啟發，歡迎大方點讚與分享。因果法則之下，你分享有價值嘅知識，你將獲得更多有價值嘅知識；你讚賞別人，你將獲得更多讚賞。如果你對頻道或者視頻內容有任何意見，歡迎留言話我知。多謝收睇，祝各位身體健康，生活愉快。